時空穿梭任務正式啟動。今次我哋要追查嘅係隋唐盛世究竟點樣形成，但係點解系統派俾我嘅導航工具唔係地圖，而係一本詩集？要靠詩句揾歷史線索，聽落唔簡單喎，都係揾館長幫手穩陣啲。咦？你手上嗰本係咩嚟㗎？係今次任務嘅導航工具，只要解開詩句入面嘅意思，就可以完成任務。咁得意？等我睇下先。喂，等等，睇嚟我哋已經穿越咗去隋朝。咁快？我未準備好喎。橫掂一場嚟到，不如我哋試下跟住本詩集嘅提示，逐句解密啦。晉道隋亡為此河，至今千里賴通波。此河即係前面呢條？冇錯啊！後人講起隋朝，成日都會提到大運河㗎，甚至認為隋嘅滅亡其中好主要嘅原因係佢勞民傷財，興建運河。不過呢句詩都提醒我哋，雖然人人都話隋亡為此河，但去到後世，南北千里之間依然要靠佢通航往來。所以大運河唔只係一項工程，仲係成個帝國嘅運輸命脈。冇錯啊！有咗運河，南北之間嘅人員、物資、消息都流通得更加快㗎。一個咁大嘅國家要維持運作，一定要有交通同資源調度嘅能力㗎。稻米流支粟米白，公司倉廩驅風實。睇嚟我哋而家已經嚟咗糧食倉庫喎。呢句詩寫出盛世嘅時候糧食充足、倉廩豐實嘅景象。但豐實除咗係講當時糧食充盈，亦反映咗當時糧食嘅存儲、運送同調配係井然有序㗎。係咪運河負責運送，倉廩就負責儲存？係啊，有咗運輸線，糧食先可以集中，而倉儲系統就可以穩定供應朝廷所需，用嚟支付官員俸祿。萬一遇到災荒、戰爭之類，都可以靠倉廩嘅儲糧去應付。原來繁華嘅盛世背後，都要係有一整套完備嘅供應體系支撐住。百千家此為棋局，十二皆如種菜葵。呢句好有畫面喎，成座城好似棋盤咁。喺高處望向長安城，會見到千家萬戶排列整齊，好似圍棋棋局咁。12條大街清楚分明，好似農田嘅阡陌咁，一格一格。即係話長安城係有規劃、有秩序咁建立出嚟。盛唐時候嘅長安城之所以被譽為東方國際都會，除咗因為佢鼎盛時期有成50萬人口咁多之外，原來仲要依賴好有系統嘅管理。係啊，道路點樣鋪排，方士點樣管理，居住同活動空間點樣分佈，都影響緊一座城市可唔可以穩定運作。而家成條線就清楚晒啦。運河將南北資源調配，倉廩將物資儲備妥當，長安城將資源轉化，而且有秩序同有系統咁集中起嚟。唐朝之所以能夠達至盛世，唔只因為對外展現繁華嘅一面，更因為背後有穩健嘅制度，承托住一個龐大帝國嘅日常運轉。第一階段任務完成，下一組詩句即將解鎖。哇！又帶我哋去邊度啊？